來繼續嘛是立法院的消息，國防特別預算條例今仔日排案進入到委員會審議，目前是由行政院、民眾黨甲國民黨三種的版本。就佇這個時陣，美國嘛傳來着好消息，閣有2架 MQ-9B 的無人機已經正式交機予咱。另外，防傷專案 F-16嘛已經完成驗收。對於美國軍告傳來着2個好消息，因為疫情拖真久的防傷專案 F-16 Block 70已經完成驗收，也有2台 MQ-9B 高空無人機，美國總算正式交付予咱。時間點就佇咧軍告特別條例審議的前一天。第一批大概預計第3季。正式美國上見佇9月就會當順利交會。國防部長高立雄也向在野話話講，希望咱立法會當支持行政院辦的國防特別條例預算。院版的這個考量是最具周延的。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能跟不分朝野，我們來持續的進行協商。針對國防特別條例預算，行政院辦這屆編列8檔，攏總是一條2500億的預算。包括精準火炮、管停打擊等等七大類，而且列入台灣之盾、飛航強訓練等等的計劃。民眾黨版預算4000億是當年編列審查，敢若限制佇去年美國公布對台軍事的項目，而且要求立法院必須愛同意才會當動的預算。國民黨版落尾是採取3800億加恩。而且愛肯定咧年度總預算的審查，唔是特別條例，內容同款聚焦美國已經公告的軍售案，嚴格後續美國若願意買，將會同意追加項目。3008加 N 已經出現，只要美國要賣，花價出來，我們需要的這2個條件都滿足。我支持，你要珍惜我的支持哦。同時，我們也要考慮到這個無人機的快速發展，所以我們一次不會說我們就去採購到20萬架。那我們要讓國內自主生產，這個產業鏈要起來啊。這個產業鏈如果他沒有辦法看到他一個長的一個單子，他如何願意建立這樣子的一個產線？國防預算總算進入審查階段，三方堅守因的立場，同時也愛找出共識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